1988年1月3日，郭总统蒋经国过身半个月后举行为台北圆山中烈祠启灵仪式，要前往台北进行奉祀大典。宽阔空荡的中山北路上没有一个行人，也没有一辆汽车。但是这段经国先生生前每天必经的路线，并不因此而让人感到寂寞，因为马路两旁尽是哀悼的民众。中烈祠伫9点举行启灵仪式，现场响起警报声，加入一响礼炮，全国各庙司教堂嘛卡哀悼的钟声。1993年1月3日，交通部宣布对外开放28条频广播频道，这是为民国48年以来头一摆开放民营广播电台申请。开放的频率是调频 FM 98兆赫到108兆赫之间。除了保留5个未来教育电台的专属频道之外，将有28个频道开放申请。交通部表示讲，这是开放广播频道的头一步，未来将继续研究开放 AM 调幅的频道。